以电影《滚滚红尘》夺金马影后的林青霞，随《滚滚红尘》修复片在台上映，睽违近5年在台亮相。林青霞忆及当年和张曼玉对戏时，对方眼泪如珍珠般大颗滚落，让她深深佩服不已。林青霞婚后淡出影坛，前次在台公开亮相是2014年11月出席著作云来云去座谈会。昨日她与资深电影友人施南生搭机抵台，今5日晚在台北信义威秀出席《滚滚红尘》电影首映会，也是她睽违近5年在台公开亮相，一现身就成为众人镁光灯焦点。久未亮相的林青霞，今晚身穿亮银色上衣搭配气质长裙，身材容貌依旧保养得宜。心情不错的她，还俏皮用手指向媒体给大家拍照，并开心表示很高兴及《滚滚红尘》电影修复版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。我很久没有来了，非常想念台湾的美食、亲戚朋友，还有当年在台湾的一些，非常高兴。滚滚红尘可说是林青霞电影生涯的里程碑。她提到，过去拍了100部戏，因为这部戏得到唯一1座金马影后。1990年前，她拍的大部分都是文艺爱情片，90年之后，几乎都在香港拍武侠动作片。滚滚红尘是个分水岭，是我人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戏。谈到她主演的女作家沈韶华，林青霞说，这是100部作品中唯一饰演作家的角色，也非常庆幸能演到这个角色，因为后来喜欢读书、写文章，认识很多杰出作家友人，至今也出了2本书，风趣小说，所以我没有辜负沈韶华这个角色。谈到《滚滚红尘》中张曼玉演技，让林青霞佩服不已。她忆及有颗镜头是她和张曼玉感伤相拥，导演当时要求张曼玉在何时何句对白时掉泪，她就真的在那一刻，大颗大颗的眼泪像珍珠一样滚下来，我真是佩服得不得了，能够这么精准的把眼泪滚下来。对于当年邀请到作家三毛撰写《滚滚红尘》剧本，林青霞透露，三毛曾想演她的闺蜜，当时也非常投入角色。三毛甚至对林青霞说，每一颗镜头都想站在摄影机镜后面看她演戏，让人印象深刻。非常肯定的，她是《滚滚红尘》的灵魂人物，没有三毛就没有《滚滚红尘》。林青霞并说，三毛是用生命来写故事，因为2人初次见面谈完剧本后，当晚三毛就从楼梯摔落，肋骨受伤住进医院，一度担心剧本进度，但导演严浩缓颊说没关系，这样才能专心写剧本。结果几个月后，三毛就完成剧本。提到他跟三毛间的互动趣事，林青霞认为，他之所以能把沈韶华诠释出色，是因为当初三毛曾邀请他到房间看剧本，不仅每一字每一句念给我听，还演给我看，所以我对这个角色了解得非常透彻，让他一站在镜头前面就是沈韶华。滚滚红尘至今30周年，有华人版《乱世佳人》的美誉，是已故作家三毛生涯唯一编剧作品，集结林青霞、秦汉、张曼玉主演，3人诠释大时代动人恋情，造就经典华语爱情片。当年林青霞和张曼玉也以此片双双夺下第27届金马影后与女配角，当年更横扫金马奖8项大奖，至今仍是纪录保持者。今晚除了林青霞出席，
包括《滚滚红尘》电影主题曲创作人罗大佑、影后珍珍、徐丰及知名主持人方芳芳等人出席。这部集结一情一灵经典荧幕情侣组合的《滚滚红尘》，当年上映后轰动影坛，由汤臣影业出品，徐丰监制，3月8日推出数位修复版，重返大荧幕。中央社。